从前按照欢迎大家到9點半，喺明路頭前向下來看客家新新聞嘅直播，我係希里里。睇一下全世界也嘅疫情呢，還係扯到動厲害嘅世界，現時也嘅全世界確診病例係超過為360萬例，係講現時全球有25萬嘅人係死亡，也係因為武漢肺炎造成嘅影響。唔過，我哋看到台灣呢現時嘅確診病例數還係本維持到438例。人家帶鄉親朋友對近邊嘅事態報紙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首先，對蘋果日報呢也登過出來看到也整理出來嘅病例數，一下全台灣嘅確診病例係438例。籌備呢有冇新增加？故所籌備要係反映一般講嘅家庭，大家聽到也消息，知道講當歡喜當正面。還個也就係台灣已經連續23年都冇出現本土案例嘅。還個籌備呢指揮中心的提醒大家，你開記者會嘅時節就同大家講，籌備5月初5到全世界來講係咧當重要咪當神奇嘅日咧。5月初5按照世界數位衛生日。故所籌備指揮中心一般講嘅防疫5月天，大家喺現場呢出來示範講樣嘅，愛細數和謹慎到位，愛較強心到位。還個講也唔單槍細數防疫愛行較強心，其實也咪係一個個人就愛維持嘅生活習慣。帶詳情來看啦。台灣武漢肺炎疫情漸被恢復零確診，每本國人安心咧。我查比新增加一個拍攝更加嘅官兵，因為太監係用性技術隔離，每本太監時候隔離期滿全部卡介其他300萬嘅官兵，咁咪有用性嘅可能切本其他人。其他放回去的其實都是連續2採陰性啊，當然就說其實也都沒有像類似剛剛講的這位個案有這樣的情形啦，就會比較放心。但是我們也是提醒這所有其他回去的這些官兵啊，回去都還是要自主健康管理。我係針對世衛組織查比亞姆嘅記者會後，有媒體問到有關台灣敢使參加 WHO 會議，法律顧問所羅門講，49年前你下個就決定，如果世衛咁難自己合法代表就係中國，咪講敢使參加係其他非正國決定。對一部分政府官陳時中係講，你係自己管了世界會戰，就世界衛生空間嘅需求，係停定時代改變 ，WHO 同 WHO 有權利去處理。不要說49年了哈，7年就可以改的了，2年也可以改。根據世界形勢的不同，跟世界衛生健康人權的需求，那有錯或者有沒有達到的未完全的，當然要改嘛。那這個回答49年你就決定的這個回答，好像說其來有自，那其實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答案。我記者會後，至今5月初5係世界受普衛生日，指揮官陳時中同其他世界關鍵未同3重入起來，用燃料代表查股，進行示範寫數計詞嘅優量，係同數寫槍，呼籲民眾上網寫數係對抗病毒前後嘅方法。客家新聞網警察梁一平特別報道。唔單槍籌備5月初5大家愛啲好接寫數以外，其實土亞灘防疫期間，寫數對大家來講係較重要。不過也平常呢，人哋生活態度，除了牢記接寫數，保持一種個人當好嘅習慣，也係維持當好嘅個人習慣嘅部分提醒大家。韓國就討國內嘅疫情由緩下來，緩到位。韓國呢也嘅全台灣。這幫一個怎樣要求嘅做法呢？係領先全世界。聽日來看到嘅係自由時報頭版頭條一篇公布嘅好消息，所以講呢，台灣這樣要求呢，有可能請假到禮拜5，也就係5月初8，會開放本1000人入場。也係呢，怎樣一個聯盟家到，總之希望請好嘅方式，開放本請到1000人，做得落去看打球嘅比賽。韓國就討一下疫情由下放由下控制下來嘅，總之聯盟呢就確定對拜5起時會開放本球迷入場，唔過人數愛開放幾多呢？現時大家各條球團，韓國指揮中心韓啲嘅討論，咪韓啲嘅爭取，希望講拜5台中組織韓國新北、新莊有2場嘅比賽，都做得有1000嘅球迷做得落去，同球員韓國同比賽嚟加油。再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核准過後，有可能請假基本日就會公布嘅。唔過也地度呢看比賽，韓國呢買票要注意到乜嘢呢？
比如讲呢，要用生命之买票，还个错的素材，咪做唔得清清彩彩，想要玩 V 嘅就切假玩 V 嘅，故作下来嘅 V 嘅部分，可能要用固定的方式。还个看比赛嘅时节，大家要保持社交距离，咪要戴遮眼咩？也系一个种子非常唔止用呢。记住讲，青岛系讲开放嘅多，1000嘅球迷落去，前2年佢哋就要先去租运，先去登记买票。详细嘅办法呢，我由各区自家来安排。带乡亲朋友睇过新闻来看下详细地位。2000全球某年落去看日本转播加多国外球迷，2日1年中法1年，宣講下多年超850按鋪頭嘅2場比賽，都有可能會係全球最挑戰開放本球迷入場界，因為先前送出宣強280球迷落去看已經準備，總之會進一步改善期，會增加到2000嘅觀眾落去。我們希望能夠爭取到開放1000名的球迷進場，那當然還是採嚴格的實名制，都要在前一天，而且現場要核對身份，而且座位要固定。實名制沒法錯，保持社交距離2年半做到，呢下個主創 Q 區當到嘅討論處理當中，混眾佬突然都講，為找實名制規定用貴票非常優先。5月8號也是都要搶嘛，對啊，我們應該會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 package，歡迎球迷回流。總之戰期開放2000嘅球迷落去，指揮中心冇正面回應，唔過副指揮官親中嚴講，因為是嘅主創 Q 裝會最少嘅有10%嘅，上禮拜六總之討論計下，要建議錯期用2000來評估。最重要的是有幾個，第一個是購票的這個資訊，好，那第二個是這個進出的動線，第三個是在球場內的這個維持的距離，好。那第4個是這個，包括在球場裡面，是不是可以維護個人衛生？係講指揮中心唔通知辦公到先中，老組織嘅比賽肯係要280球迷做得落去，唔過唔只用強調，球迷肯係愛全場大年在嘛，肯個做得3球，唔過唔可以夾界外球，就係全壘打球，係冇球會咁多社交距離。記者李小慧、陳志明台北報道。就到全世界也下疫情限啲嘅流行忙得時衰嘅時節，台灣呢職棒正入野球比賽呢係領先全世界相對巨大，係個也係自由時報頭版頭條嘅部分。另外呢，帶鄉親朋友透過紐約時報我哋看到嘅係，唔但將台灣一片國內嘅報紙由報道總值殺下來會獨獨嘅開放，係個美國嘅 New York Times 紐約時報當稿呢沒有寫到講。象徵也嘅真為贏過疫情，全台灣嘅人大家都當傻批，因為呢紐約時報報道，中華職棒既然成為了疫情期間，台灣大家人都當歡喜、當傻批嘅一部分，因為就係受到也嘅武漢肺炎嘅影響，台灣呢中華職棒都先前係冇開打，唔過呢接下來係領先全世界冇開放本球迷落去，唔過還係照常。來期盼，就看到紐約時報當嗰位圖出有寫到講，嘅關門嘅比賽係樣嘅來期盼。比如講呢，家下有看到嘅啦啦吹，雖然講觀眾席呢也片都冇觀眾來，係一種假人嘅方式，卻因為當講講球迷大家始終起來會發生全球感染。故所鄉親人就看得到，一種呢係假人，係希望講同現場比賽嘅選手來加油。唔過就有球員就講到看到一種加油嘅假人，實在知道心肝條都怪怪嘅。唔過呢，佢哋有咩底好愛防疫，將會有按呢當貼片嘅方式，也係紐約時報來對總職也嘅中華職棒受到各界關心來作為報道。好，轉到客家新新聞 content。也嘅職棒嘅部分，來關心其他報紙。另外一台重點呢，就係也嘅像聯合報還個中國時報也片，又針對行政院先前就針對也嘅紓困嘅對象而留意抗台，又加嘅兩台出權嘅部分。本家條雖然講冇去投保，唔過實際有啲做生意，咪兩個多也嘅紓困抗台嘅部分，亞中年呢1年2個多1萬元。唔過呢，就討行政院長蘇貞昌嘅一公布20小時過後，聽得呢就有當到嘅區公所，來也當到民眾大家愛去問。唔過大家啲申請嘅時節，都會按到乜嘅問題，就夾來去看到也嘅蘇貞昌嘅面書項，因為呢大家冇辦法量到20申請，大家發現呢問題過後，就知道講
根本就申请唔到，係發生了乜嘅事情？比如講呢，乃是有好開始量，蘇貞昌當時係公布講，計下一開始就2個多嘅，不過實際方式係根本嘅，也就係粗略將正式本大家做得去申請，做得開始量。故所呢有當地民眾就去到蘇貞昌嘅面書專業檔稿來留言，韓國呢就同嘅留言鴉片可能都話。針對亞嘅紓困對象抗台嘅部分，鴉片就減落嘅4000人篇嘅留言，大家對亞係緊馬講紓困亞嘅想法當好，不過實際方式係愛申請嘅時節當麻煩，速修當麻煩。故所呢鴉片就看得到蘇貞昌嘅面書鴉片差唔多減落嘅4000人減嘅5000篇嘅留言，有關亞嘅反映紓困唔係按順序嘅部分。好，繼續轉到人嘅聯合報繼續來看咯。也算來1萬元愛2個量呢，民眾大家就緊嘛。我從看得到亞種土方也係區公所，高雄市嘅3名區公所也2個咧，就同蘇貞昌一公布過後，也2個咧差唔多就有2000人嘅民眾愛去申請紓困金，大家同樣開台韓國呢一般申請嘅族嘅佔到年。唔過大家就係緊嘛，韓國也一般講嘅紓困陳時中政務委員叫明顯，而後邊呢會出來同大家費事理，講中央同地方政府一下呢做法有啲冇共用，佢講接下來會獨嘅，希望同亞嘅好好嘅來改善。一邊呢聯合報就寫到講食材有年係量1萬元，有年係量3萬元，算來要量幾多，爭油爭係真實嘅呢？比如講呢，鴉片有2種部分咯，加付1年生活費用，係講土佢哋會顯示加付1年清代生活費嘅1.5倍到2倍嘅同樣嘅無投保嘅工作者呢，也總2個到1萬元。唔過接下來人看到聽嘅1年生活費就冇1.5倍嘅人，除了2個到本單嘅1萬元以外。申請人係講佢係冇卡度當初有個經濟來源，佢限卡2個到，再個加量1萬元。故作也係有人2個到1萬，有人係3萬，所以按樣嘅量大家知道講咩唔清楚，韓國申請嘅訴求當麻煩，因為麻煩就從陳時中從比喻基地同大家試算嘅時節，愛說明一個公式，佢食材咩大拍講，要食材有當複雜。當麻煩，故作接下來係講愛去申請嘅時節，大家愛留緊咩進來，愛看清楚。聯合報以外，一個中國時報報頭嘅頭版頭條咩係共用，也講紓困本大家知道講，當唔呢篇，故作行政院就出來費事理，人看到我一個民眾叫去申請嘅時節，根本就看冇一個，故作佢就咩唔記，然後一篇咩係來嘅當人。桃園市嘅桃園區公所，後邊呢沒有當人按嚟去問，就連愛入口嘅塘下太塘鴉片就降落嘅當人，故所按嚟嘅情形就本蔡亞黨來緊嘛。國民黨嘅部分就來掃納民進黨講按嚟嘅做法，就係本大家呢知道黨唔順勢，希望接下來會獨獨嘅改善。也就係中國時報同聯合報針對一個紓困對象愛抗台來作為相關嘅討論。今天的時態報紙看報紙時間就差唔多進行到鴉片咧，希望大家呢除了講籌備係世界數位衛生嘅以外，平常咪愛接洗漱，保持個人當好嘅習慣。下晝2點，指揮中心愛出來開記者會，2點再會。客家新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心，我係陳彥祖，我係許麗玲。當日早晨對報紙頭版來關心國內外有哪條重要消息。下晝2點愛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嘅前景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